一間大型商場突遇恐怖襲擊，連鎖快餐店接連遭炸彈威脅，要求佢哋登報聲明，接受勒索合作。呢個囂張嘅案犯夠膽自稱天才，去公然挑戰警方底線。佢嘅動機係貪婪定係報復，定抑或係另有謀劃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越地鬼路》，我係大 J。今集為大家帶嚟嘅係深圳友誼城爆炸案。1999年5月16日下午3點50分，深圳友誼城百貨一如往常咁遊人如織，迎嚟周末購物嘅高峰。呢座比鄰盧口岸嘅商場，當時係羅湖區最繁華嘅商場之一，但邊個都估唔到，一場震驚全城嘅危機正喺呢座商場入邊悄然醞釀。3點56分，3樓肯德基嘅男廁突然發生爆炸。劇烈嘅衝擊波將成層嘅玻璃震碎，鄰近化妝品專櫃嘅貨架亦都應聲倒塌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嘅顧客一個二個都望向爆炸嘅方向。抵達時發現場嘅保安發現洗手間嘅大門被炸到嚴重變形，斷裂嘅水管喺度不斷噴湧，成個地面變成咗一片汪洋。萬幸嘅係爆炸發生嘅時候，呢個洗手間冇人喺度，保安隊即刻 call 服務台報警處理。而家插播一則緊急通知：3樓發生安全事故，請所有顧客立即停止購物，按工作人員指引，從安全出口有序撤離商場。多謝配合。喺商場工作人員嘅引導之下，近1000名嘅顧客喺15分鐘之內完成疏散。盧分局刑偵隊即刻封鎖現場，喺洗手間嘅第3格有咗重大發現。過嚟睇下，嗱呢啲呢就係典型嘅土炮燒安炸彈啦，睇唔睇到啊？導火索嘅殘段仲喺度。技術員喺洗手池發現咗一封用膠帶黐實喺鏡面嘅信件，字跡歪歪斜斜。自肯德基負責人已經喺櫃店放置咗鐵西瓜1件，速備55000蚊現金。5月17號中午12點前，喺廣州日報分類廣告欄刊登深圳肯德基公司同意交款合作，記得留低聯繫人嘅電話。見報之後再另行通知交款嘅方式。如果夠膽報警或者玩嘢，就即刻引爆羅湖另外3間肯德基，出山添財。就喺取證工作緊張進行緊嘅時候，警情接踵而嚟。傍晚6點20分，110接到一則報警，距離友誼城只係得500米嘅羅湖國際商場嘅麥當勞，亦都發現咗類似嘅爆炸物同埋勒索信，落款依然係出山添財。肯德基、麥當勞被放炸彈，消息迅速傳開。一時間搞到全城人心惶惶，創下深圳建市以嚟惡性案件嘅新紀錄。深圳市公安局即刻啟動1級響應，局長張永強親自掛帥成立專案組，連夜調集7000警力，對重點區域展開地毯式搜查。喺第2日嘅案情分析會上，省廳專家組根據物證做出咗關鍵研判。呢封勒索信入邊有大量嘅錯別字同埋筆畫錯誤，顯示咗案人受教育程度唔會超過初中。根據接到勒索電話嘅肯德基經理講述，對方講嘅係偏向廣西嘅白話，推斷年齡大約30歲左右，能夠自製土炮炸彈，好可能從事過礦山爆破工作。專案組即刻兵分兩路，一邊篩查全市爆破作業人員檔案，另一邊就布控喺各個口岸可疑嘅廣西籍人員記錄。5月17日下晝2點。深圳陽光酒店接到一通電話，喺電話入邊，一個刻意壓低聲線嘅男子威脅話道：酒店已經俾我放咗3件鐵西瓜，3萬蚊現金，晚上7點前同我準備好，如果唔係呢，就全部一鑊熟。聽住，冇諗住玩嘢啊！案情刻不容緩，局長張永強即刻帶隊趕到現場，喺15樓嘅會議室設立臨時指揮部，特警支隊、爆破中隊全副武裝，帶齊專業設備，對酒店展開炸彈排查，由大廈嘅吊頂到地下配電室，由客房嘅門罅去到通風管道，每一個角落都反覆排查，但始終都揾唔到炸彈嘅蹤跡。安保主管向警方供出一位值得懷疑嘅對象，3個月前被辭退嘅工程部電工伍達昌。伍達昌28歲，斗門人，之前係珠海平砂糖廠嘅電工，喺舊年嘅9月嚟到酒店嘅工程部擔任水電維修工。呢個人性格偏激，喺酒店工作期間劣跡斑斑，曾經多次偷工程材料，最終係因為同主管爆發肢體衝突，喺今年嘅2月被解僱。離職當日，佢情緒失控，踢爛更衣室嘅門櫃，
當眾威脅話到要酒店付出代價，甚至仲講到明要炸咗呢間酒店。羅湖分局即刻制定捉捕方案，由刑偵隊長帶隊，30幾名便衣分別偽裝成服務員、清潔工同埋客人，喺酒店嘅各關鍵位置布控。前台嘅接待員由女警假扮。下晝3點開始，疑犯4次來電，不斷改變交款地點。最先約定嘅地點係酒店噴泉側邊嘅長凳，跟住又改去國貿大廈嘅電話亭，再之後又指定羅湖火車站嘅西出口，最終又翻到酒店大堂。晚上8點50分，一個戴住黑色鴨舌帽、身着灰色風衣嘅可疑男子出現喺酒店大堂，佢眼神閃閃縮縮，左顧右盼。刑偵隊長就扮攞住一個裝錢嘅公文包，想去試探下呢個人。呢個男人淨係講咗一句說話：錢帶咗過嚟未？呢一句能夠證明身份嘅暗號一經講出，埋伏喺周圍嘅便衣即刻手亡。喺審訊室入邊，伍達昌嘅心理防線好快就崩潰。出山天才啊嘛，講仲有冇其他同伙？剩低啲炸藥收埋喺邊度？喂，我連雷管都冇摸過，嗰啲咩鐵西瓜我真係唔識噶，我都係想嚇佢哋啫。邊個叫佢哋扣我人工啊？我都係睇報紙寫嗰個咩天才講佢點樣攞錢，我咪就跟住學啦，真係唔關我事噶。專家嗰邊嘅報告出咗，睇嚟真係唔係佢。筆跡鑑定專家嘅分析話到，伍達昌嘅字跡確實同出山天才嘅字跡存在明顯差異。爆炸發生前後，伍達昌亦都有不在場證據。就喺案件陷入僵局之際，東莞警方傳嚟一個線索。早喺5月11日，東莞某工廠老闆喺廠門口收到一封勒索信，叫佢準備2萬蚊，若然夠膽唔同意，就炸鬼咗佢間廠。落款係出山天才。呢封信轉交俾深圳警方之後，辦案人員透過比對發現，筆跡同之前嘅信件高度一致，同樣指定需要喺廣州日報刊登廣告作為聯繫手段。只不過呢間工廠嘅老闆並未有多加理會。專案組決定以肯德基名義喺廣州日報刊登啟事，實施有報。5月18日，呢則特殊啟事喺廣州日報刊登之後，即刻引發社會強烈反響，一班讀者紛紛致電報社，對啟事內容提出質疑批評。讀者就認為報紙刊登呢類型嘅內容極之唔嚴肅，更加有讀者直接質疑報社係咪存在有償新聞或者工作失誤。面對洶湧而嚟嘅輿論壓力，廣州日報只能夠默默配合警方嘅偵察工作。5月19日，警方喺報章預留嘅電話終於有來電打入，等候多時嘅刑偵部門即刻啟動監聽行動。喂，你好，肯德基，請問咩可以幫到你？同我聽住，中行4096-6400-9316-2232。通話只係持續咗1分45秒，追蹤到呢通電話係嚟自東莞石碣嘅一個公用電話亭。經查詢，呢個銀行賬戶名叫做李成彪，開戶時間係5月12日，亦即係話係案發前4日。呢個賬戶除咗開戶存入嘅100蚊之外，再亦都冇其他交易記錄。呢個李成彪係咪出山天才呢？定係俾人盜用嘅身份呢？經技術偵察確認，喺爆炸當日嘅5月17日，麥當勞接到嘅勒索電話係由深圳愛國路12號嘅公用電話亭主叫撥出。呢個電話亭附近有個工地，辦案人員喺排查呢個工地嘅時候，發現有10幾名廣西雍寧籍嘅民工喺度落腳。其中一名民工向警方證實，佢哋的確有個同鄉叫做李成彪，案發前幾日嚟過深圳，但係已經翻咗東莞。呢個時間節點同案件高度吻合。出山天才好大可能就係李成彪。為咗鎖定李成彪嘅具體行蹤，專案組制定咗一個釣魚計劃。5月19日下晝2點20分，警方試探性咁轉咗100蚊入李成彪嘅賬戶，確認呢個賬戶仲喺度使用緊。2個鐘之後，警方又轉入200蚊。呢一招好快見效。4點30分，呢個賬戶喺東莞中行石碣支行嘅 ATM 機有取款動作，監控影到一個身着黑色風衣嘅男子。警方將計就計，每次幾百咁轉賬。果然，李成彪開始唔耐煩，換咗唔同嘅電話 number 打嚟催款，催促警方一次過打完啲錢。技術組透過信號基站3角定位，最終將範圍縮細到民豐路周邊嘅5個電話亭，推斷李成彪可能就住喺附近。5月20日，警方按照李成彪意思，將3萬蚊悉數打入佢賬戶。下晝2點，蹲守喺附近嘅偵測員追蹤到監控入邊嘅嗰名男子。行動組按兵不動，一路跟蹤住佢，直到佢喺中行嘅 ATM 機撳晒啲錢出嚟。埋伏喺報刊亭同埋生果攤嘅警察合圍而上，將男子撳低喺地下，結
兼且喺佢身上搜出李成標嘅身份證。喺石碣公安分局嘅審訊室入邊，呢個自譽為出山天才嘅李成標好快招認咗一齊。佢帶住警員嚟到東莞利浦鎮一笪偏僻嘅荒墳跟前，喺骨灰龕入邊攞出4件土炮炸彈，其中有2個已經裝好晒雷管同埋導火索，隨時都可能造成更大嘅危害。呢單震驚全國嘅爆炸勒索案，由案發到破獲，只係用咗唔到4日時間。1971年，李成標出生喺廣西雍寧縣蒲廟鎮良順村。李成標嘅父親係村辦炮仗廠嘅配藥師，終日同硫磺、燒石打交道。母親就常年臥病喺床。屋企有3兄弟，李成標排行最細，佢只係讀到小學4年級就出咗學，隨後跟父親學習火藥配比技術。當其他細蚊仔玩彈珠嘅時候，李成標玩嘅係父親收埋喺床底嘅雷管。1987年，16歲嘅李成標私自調配雷公炮，意外炸傷同村一名少年嘅右眼，屋企因為咁賠償咗80蚊。呢筆錢相當於佢父親2個月嘅人工，總算係平息咗呢場風波。1993年，父親配藥嘅時候發生意外，當場被炸到粉身碎骨。辦完喪事之後，李成標執包袱嚟到廣東，佢諗住自己由細到大都喺炮仗廠幫手，亦都算係識啲手藝，但一切都並非佢所願。喺廣東嘅火藥原料管制得相當嚴格，武派嘅作坊基本已經被取締。呢個行業招工嘅需求本身就唔大，李成標連從業嘅機會都冇。佢輾轉嚟到中山坦洲嘅永發打火機廠，成為咗一名充氣工。車間主任嘅收音機入邊成日都放一啲香港嘅電台新聞。香港呢個地方自自然然咁成為咗李成標心馳神往嘅地方。1994年3月，李成標喺珠海前山市場販賣自製嘅防狼噴霧，呢種含有辣椒素同埋胺水嘅混合物，導致5名市民遭受化學灼傷。佢因為咁被判咗1年6個月嘅有期徒刑。喺監倉入邊，佢認識咗綽號阿鬼嘅香港人。阿鬼總係向佢吹噓香港遍地黃金，洗大餅1個月都有6000蚊港幣，佢可以安排李成標過香港。1995年出獄之後，經阿鬼搭門路，李成標喺深圳大鵬灣乘搭漁船出發，正式偷渡過香港。當晚海面風浪相當之大，20幾個人逼喺狹窄嘅船艙底部，空氣中彌漫住柴油味同埋嘔吐物嘅酸臭味。仲未等到船隻靠近香港水域，水警嘅探照燈就射過嚟，所有人被逼跳海逃生。李成標喺水入邊浸咗4個鐘，最終被海浪沖翻上岸。李成標並未有因為咁放棄佢嘅香港夢。1996年11月，李成標再次鋌而走險，用錢買通澳門漁船嘅船員，匿埋喺裝滿凍魚嘅集裝箱入邊，成功抵達香港。因為冇身份證，佢只能夠打黑工，但好快就被查出嚟，遣返內地。之後佢又2次成功偷渡入境，最終都係難逃遣返命運。屢遭挫折嘅李成標越諗越覺得自己時運不濟，開始計劃其他快速發財嘅門路。喺香港打黑工期間，佢了解到當地曾經發生過唔少炸彈勒索嘅案件，當中不乏成功案例，而且涉案金額都唔大，受害商戶大多數都唔敢聲張。於是佢萌生咗用炸彈手段去勒索嘅念頭。李成標開始周圍踩點，最終揀定深圳羅湖商業區嘅肯德基同埋麥當勞。1999年5月初，李成標返咗雍寧，購買咗10束炸藥、10支雷管同埋2米幾長嘅導火索，然後帶返東莞石碣收埋。15號早上，佢按原定計劃去肯德基同埋麥當勞進行踩點。16號，李成標寫好2封勒索信，攞出炸藥開始行動。佢首先嚟到羅湖國際嘅麥當勞南側，安放咗1件炸彈同埋留低1封信。最後又嚟到友誼城 B 座3樓嘅肯德基南側，將攜帶嘅最後2束炸彈綁埋一齊，駁埋導火線，收埋喺天花板入邊，點着製造爆炸。然之後佢即刻搭火車返東莞石碣。李成標原本諗住要求商家登報聲明，可以避免正面接觸，從而降低被警方追查嘅風險。佢以為透過呢種方式，既能夠間接同商家建立聯繫，又能夠保持一定嘅匿名性。然而一切嘅一切都冇按照佢設想嘅發展。1999年8月20日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李成標作出一審判決，判處李成標有期徒刑20年，剝奪政治權利4年。製作炮仗、研製火藥，呢個令李成標自豪嘅技能，卻喺新嘅時代毫無用處，只能夠淪為犯罪手段，亦都令到佢付出咗沉重嘅代價。時至今日，李成標已經重歸社會，嗰個曾經令全城震驚嘅出山天才，隨住羅湖友誼城嘅推倒重建，喺呢度發生嘅一切，如同最後一聲炮仗嘅餘響。
喺時代嘅光靈中逐漸歸於無聲。多謝你收睇今集嘅影片，我係大 J，Ciao。